五座宫庙井号天上圣母劝世人赶快井号求天道，北港朝天宫1983，大甲镇澜宫1987，竹山莲心宫1979，大村慈圣宫1986，白沙屯拱天宫2024圣训。Valuable Class 是一个文本转语音 TTS 的程序。Valuable Class 可以使用计算机系统上安装的所有语音。屏幕上的文字可以被保存为一个 WAV、MP3、ART 或者 WMA 文件。该软件可以读取剪贴版的内容，可以查看 ACWW、DJView、FBR、FB3、Lit、MD、ODP、ODT、PDF、PPT、PRC、RTF、TCR、WPD、XLS 和 HTML 文件中的文本，可自定义字体和背景颜色，控制从系统托盘阅读或者使用热键。Valuable Class 使用微软的语音 API、SAPI 的各种版本，它可以改变语音的参数，包括语度和语调。用户可以应用特殊的替代清单，以提高语音的清晰度质量。当你想改变的单词拼写时，这个功能就非常有用。纠正发音规则使用 regex 的语法。2003-1209 井号教育研讨会，井号全国高中职教育发展研讨会，井号教育部长致辞，提到井号多元入学方案，